公交優先咧係本澳陸路交通規劃嘅核心原則。隨住咧公共交通嘅出行需求咧係持續增加，同埋新城 A 區等新社區嘅逐步入伙啦，未來喺輕軌同埋巴士嘅整體運載壓力咧都會進一步增加。而公共交通嘅系統嘅規劃同埋承載能力咧，亦都係備受社會所關注嘅。澳門輕軌發展策略研究咧，目前係進行緊諮詢。按照有關嘅願景、路線同埋規模，輕軌日後咧係應該成為分擔澳門主要運力嘅公交系統。然而，輕軌目前咧仍然未能夠有效分流到本澳嘅公共交通嘅整體壓力。而另一方面咧，最快落成嘅輕軌東線預計都係喺2029年下半年先至可以通車。所以未來幾年咧喺巴士服務嘅優化，仍然係需要解決公共交通出行嘅一個重點嘅工作。為此咧，本人有以下嘅建議：第一，進一步優化3張網絡建設。陸路交通規劃提出咧推動軌道網、步行網同埋道路網。除咗建設輕軌啦，當局亦都要完善其他2項嘅整體佈局。例如啦，澳門半島嘅道路面積有限，尤其係高士德、內港、新馬路等等呢啲重點嘅區域，既有主要幹道，但係道路同埋站點嘅空間都係不足嘅。喺尖峰或者大型節假日嘅期間呢，就容易塞車。即使增加再多嘅巴士班次，亦都係喺路上塞死，居民呢亦都係難以上車。澳門半島喺10年內呢，只係增加咗約5公里嘅道路，加幅係有限。期望當局咧喺研究輕軌嘅同時咧，亦都進一步研究增設道路網同埋立體交通系統，例如外環通道、高架調適嘅繞道啦，或者係快速公交系統等等。並且進一步咧係公布輕軌工程嘅規模、成本估算、客量預計等，分析唔同嘅方案嘅優勢同埋成本效益，係有利於咧社會去討論同埋當局去作出決策嘅。此外，未來喺輕軌嘅建設或者係新增行車天橋嘅規劃之中咧，當局係必須進一步完善有關連接步行網或者係構建更多空中走廊嘅計劃，以及善用地下空間咧去優化行人過路嘅設施。第二，加快落實巴士同埋輕軌嘅轉乘優惠，因應大型屋苑同埋新城 A 區嘅落成，以及經濟發展引申出嚟唔同嘅交通需求變化，當局係需要進一步優化巴士路線嘅佈局，例如串聯 A 區與長者公寓等嘅區域，增加往返商業區上班或者係醫院等民生設施嘅路線。本人係希望啦，當局亦都能夠盡快協調落實引入輕軌同埋巴士嘅轉乘優惠同埋電子支付嘅細節安排，既回應居民多年嚟嘅意見，亦都能夠提升公交出行嘅吸引力。第三，研究以新系統提升輕軌運力同埋便民服務。儘管目前輕軌嘅客運量提升至日均大約3萬人次，但係對比起巴士日均62萬客量嚟講啦，輕軌喺整體公交使用率之中，佢嘅佔比都係偏低嘅。除咗係因為而家嘅路線覆蓋局限有關，目前以每卡車廂大約100人，大多數時間都只以2卡車廂嘅營運呢，佢嘅輕軌運力。未來倘若有大幅嘅客量增加，現有嘅輕軌車廂空間同埋班次係咪能夠負荷呢？期望當局能夠推動未來嘅輕軌系統同埋車廂嘅更新改善，提升運力同埋穩定性，減低故障發生，亦都要優化報站資訊發布等等唔同嘅服務，加強輕軌嘅便民工作嘅。第四，加強智慧交通建設同埋規劃。本澳嘅智慧交通項目係不斷發展，例如巴士嘅排班系統、智慧出行資訊同埋報站都有所優化。但係智慧停車同埋道路交通管控方面仍然有相當嘅不足。譬如我哋見到交通燈嘅信號系統仍然不時係要交通警員去人手控制，喺實時交通管理、預測路況去結合系統向駕駛者推送行車建議，以及整體整合去交通數據，提供綜合嘅出行方案選擇呢啲都仍然有待改善嘅。期望當局進一步去加強本澳嘅智慧交通建設，構建好本澳嘅交通資訊數據平台，善用新嘅科技手段，提升道路使用者嘅應用體驗。而今年年底澳門嘅巴士服務合同亦都將會到期，期望當局及早開展工作同埋收集公眾意見，結合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中期檢討同埋輕軌發展策略嘅研究，優化本澳嘅交通規劃，為未來社會同經濟產業發展、居民便利出行提供更優質嘅服務。多謝。